大家好，即摆要讲的即个字叫做咸，咸，汉语拼音咸，动韵、接韵、韵会、正韵，古站切，古站就甘，古站就读甘，即个音仔无松，但是伊的后壁即个音有古站的咸，你咸嘛，古站咸，毋对啊，就有迄说伊即个音，即个站伊有一个读音叫做站，古站，就会读做咸，咸，咸，说文损也、肉片、少也、轻也，来举例，减少，减少、减少。即集宣讲到即块，有无同看法？伫评论区帮我指正者，感谢。